Hello， 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来讲 AI 创作卷死谁，乱拳打死小师傅。最近呢 ，AI 创作的能力的进化呢，简直是日进千里。有的时候，您昨天说它不行，今天呢就会被它啪啪啪啪啪打脸。今天我们就来聊一下这个话题。如果您是设计师，您会不会成为那个被乱拳打死的小师傅呢？如果您是有设计需求的客户，应该如何适应新的方式去沟通？那么，如果您是设计行业相关的企业家，又该如何调整布局呢？上一次我们跟大家分享了对 AI 创作的工作模式的一个基本认知，主流软件 Stable Diffusion 作为案例，给大家做了一个浓缩版的认知的分享。我们再次强调，一般主流的软件呢，基础理论和工作方式早就研究了很多年才会推向市场。那它研究成熟，一旦推向市场之后呢，内部的逻辑和操作的流程已经确立了，会延续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以后呢，在这种模式上不断的升级优化。目前呢，几款主流的 AI 的基础算法和工作模式也有相似的地方。所以呢，我们说这些软件您什么时候搞懂都不晚，当然是越早越好。今天呢，我们在上一期基本认知的情况下，我们再对 AI 创作的工作理念和工作方式呢做一个分析。总体的来说 ，AI 还是属于年轻快速发展的阶段，年轻人打的是乱拳。不过这个套路用三体的语言来说，还真的是降维打击。AI 绘图创作的软件现在的学习能力直接是把三维的世界拍成了二维去思考。怎么理解呢？我们说人去理解和设计一个空间本来是三维的，但是真实的三维世界是很难模拟的。您不能做一个设计都去搞一个1:1或者10:1的实体模型吧。所以呢，几千年来呢，人类做设计都是把三维的立体事物画成平面、立面或者是剖面，都是二维的图纸去表达。即便是在现在用电子屏幕去展示三维的动画，其实也是把三维的事物去拍平，展示在一个屏幕的平面上给你看，对不对？所以呢，人类在理解三维空间的时候，也是降维，拍平之后把问题简化成二维，然后呢映入大脑。那么厉害的设计师，我们经常说的大师，很多时候他就可以徒手把想法和概念画成二维的图纸，而且呢，他这个是用三维的空间透视法，直接把他想象的形象投射到二维的草图上去，然后和客户沟通设计方案。第二步进入到现代之后呢，设计方法就改变了，当然也是随着计算机和三维软件快速发展之后产生的，当时也是颠覆性的。设计师有了新的武器，不管做什么空间，先把这个空间模型给搭出来，然后各个角度转给你看，再把材料附上去，灯光附上去，一通操作之后，用三维的所有的模型和数据画出效果图来，做成二维的平面展示方式给甲方看。所以呢，沟通的时候还是回归到二维的表达手段和媒介，只不过在这个之前有了三维模型和模拟三维世界的一些参数的帮助，这个三维转换成二维的透视呢，就不是靠的经验的二维画法，而是靠的是真实比例的电脑中的模型、材质、灯光去模拟。那么这种工作方式呢，肯定是比较科学的。先建立二维的模型，在模型上不断的调整深化，比较成熟的时候上色彩和材质，再去做渲染。但是这样一套的程序表达设计成果的话呢，会相当的花力气。这一套研究的前期程序呢，虽然很科学、很物理化，但是这个阶段的工作相对来说是需要团队或者是助手参与准备的，还是需要不小的工作量的。比如原始的模型需要搭建，设计模型需要制作，还有灯光、材质、渲染、出图等等，需要不少的技术还有体力的结合工作。不过一旦模型建立之后呢，随着渲染引擎的优化的话呢，出图呢也在变得越来越方便。那么我们现在的 AI 创作又有了什么模式上的根本改变呢？ OK， 它又反过来了。 AI 它会尝试去看懂设计师的文字想法和线稿草图，还能进行三维空间的理解。具体比如说，一种方式，您可以直接用文字生成图作为第一轮，给出好多张图片，您可以大概的去选一选，然后再深化。再比如 AI 可以识别您的手绘草图，或者您给它的模型输出的草图，或者其他的一些你想参照的一些图纸，它不用建三维的模型 ，AI 直接可以读懂二维上展示的透视的这种三维的信息，继续往下画，把需要的细节都深化出来，再出二维的大图。
就可以拿去跟客户沟通了。这种 AI 创作的方式呢，可以说直接演了一遍大师徒手画透视图的功力，把现代设计先建模再渲染的这一步 3D 工作给跳过了。你说 AI 是不是快变成可以徒手画透视图的老师傅了呢？ AI 绘图呢，不仅能读懂老师傅的手稿或者指令要求，还能做出无数种的选项，不厌其烦地画出来让你挑选，再根据大师您的要求呢修细节调整优化。这样子一个 AI 助手，绝对是比不少的真人助手好用得多。不但听话，而且手头功夫还真不差，设计表达和甲方沟通的效率呢就会随之大大的提高。让我们来聊几点 AI 创作带来的福利。第一是提高了和客户的前期沟通的效率。有些客户确实没有想象力，我们有了想法和概念呢 ，AI 帮助压缩了前期的表达工作，就可以先出一轮图，大家先探讨一下。这类甲方的话呢，他要看到效果图的刺激，才会表述自己的设计要求。OK， 那么我们就用 AI 辅助创作来多刺激一下。刺激！第二，减少了前期收不到费用的压力和风险。我们说还有部分客户呢，他不是没有逻辑，也不缺乏空间想象力，这些大老板都很聪明。我告诉你，他其实只是装傻。不要这样耍我嘛！我们说现在的工作方式呢，需要先做模型、3维效果图，基本上总平面、立面、细节都考虑的很多了。有的客户呢，他就想拿到效果图之后，再要一要你手上已经有的这些平立剖面图纸，再和你谈设计费用，或者呢，那个时候根本没打算再付设计费了。在某些国家的区域和市场来说，这可是不小的比例大家懂的。我信你个鬼！所以 AI 绘图的这种能力呢，直接可以把这个程序呢倒过来做一个弥补。客户大概想看什么样子的风格，或者是您说不能理解 ，OK， 我们设计师就先画出个草图，或者说设计好大概的总体布局模型，先让 AI 生成个100张图，然后呢，你有什么意见，你回去可以跟股东去商量，这样可以大大减少前期收不到设计费和投入工作量的这种成本压力。第三个好处是大大节约了前期工作的团队和工作量。像 Stable Diffusion 这样子的 AI 创作软件，最强的拳法呢，就是在前期的平面读心术和 3D 转2D 认知的这套乱拳。然后呢，还有就是无底线的服务，这对行业布局和管理者来说呢是大大的福音，但是对另外一部分人来说呢就是噩梦的开始。首先，我们说在创作和设计的概念阶段，如果缺乏想象力的，不能主动做系统性的思考的，只能依赖软件做3维建模的这些助手团队，那么就是首先被乱拳打死的这波小师傅。这里尤其要提醒，赶快逃命的是一部分平面创作行业，比如插画和广告，他们不涉及产品和建筑这样子的物理实现，这些行业的小师傅绝对是重灾区。原来做一个插画或者是一个广告，需要大牌的明星，请摄影师，请化妆师等等非常庞大的团队，一通操作猛如虎，熬出来的造型，其实目标就是一个2维图像，从造型到细节，你说这 AI 画的好不好吧？而且到此为止，图片有了，根本不需要再做进一步的深化设计和物理实现化的工作了。那么 AI 画图的创作，不仅把原来设计师下面的美工小师傅卷死了，还把摄影师模特的饭碗也抢了不少。下面我们来看看未来的出路在什么地方。您看，现在 AI 画的图确实是好吧，比以前花几千块钱一张的专业效果图公司做的都不差，感觉设计行业快有没活干了。还好 AI 绘图目前还不是全能的上帝，还有局限。别人的问题就是我们的机会， AI 的问题呢就是人类的机会。现在机会来了。我们的机会在哪？第一是原创 ，AI 创作首先是要选定大模型或者风格模型的，那么这些大部分是 AI 基于现有的成果学习和去运用。当然，在它组合运用的时候呢，会有一些组合的创造性，但是很难做到整体的原创。如果说从一开始的设计概念，那么就需要更多的思想、创意、逻辑和风格上的原创，这些呢都还是很需要人来设定，这可能是 AI 留给人类的最大、最后的出路了。第二步就是物理深化，概念设计好了之后，还要做更深化的设计和工程落地上的施工图设计。那么深化设计，也就是把功能、外观和造价进一步匹配优化的过程。比如这个柜子里边需要怎么放家用的电器，怎么设置内部的这些分隔，还是需要具体去探讨的。那么到了施工图设计阶段，还需要确定具体的材料、设备型号，来确定组合和交接部位细节节点的一些做法。
比如说您希望做一种木质的柜子，那么您可以在设计师的帮助下了解各种木头不同的天然性能和价格差别，包括还有一些合成的科技木板，它们都会有不同的体验和价格，客户要去做平衡和选择，那么设计师呢再根据他们不同的性能、厚度，需要去设计确定他们固定的安装方式和节点。这些细节的方案呢，其实都是千变万化的，而且是需要能够落地的。所以在生化设计和施工图设计的时候呢，还需要大量的人去参与沟通和去做设计绘制的工作。后面这一段需要物理实现深化的，需要很多现实世界的物理经验。后者呢，也就相应的需要更多有工程经验、能够实操解决问题的工程师，甚至是蓝领。第三就是一些跨行业的工作，跨行业的一些工作和创作呢，就需要更多的思考、经验和复杂的参数，这个呢还真的是 AI 一时半会儿追不上来的。当然，有些行业的专业领域呢已经非常的细分和能够工业化的生产，这一部分呢也正在被 AI 快速替代。比如说专业的一些橱柜供应商，他们有成体系的产品和节点，以及配套的沟通模型和渲染引擎。所以呢，这种单一类型的生化设计和施工图很容易把它变得傻瓜化和智能化。只有那些需要跨行业的思考、经验和复杂参数调整的工作，那么还真是 AI 一时半会儿追不上来的。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喜欢的朋友请点赞、订阅、加分享。您准备好了与 AI 一起共舞吗？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